我哋開始歡迎大家今日嚟啊！我 expect 咧有10幾人都好好噶啦，而家好似話30幾人。嗱，可以講下地水南音，因為最近有出戲咧，又同呢個有關係，都好值得分享下啊！咁增加大家對南音嘅知識啦。咁我以前咧跟教南音嘅老師啦，我跟佢學咗8年南音。我先咧就學填詞嘅，所以我識得填南音啲詞，我都填咗幾首啊。咁我哋今日開始講啦，講下南音嘅結構啦。嗱，南音嘅結構咧，基本上有3個部分嘅，好似人哋寫文咁樣嚇，即係佢有個起色嘅，起色得2句嘅啫。咁你見個起色咧，就係嗰啲平仄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填詞咁，你一定要識平仄啦。起色咧嗰2句咧，第一句係收陰平聲嘅，咁如果拉音樂咧就收個斜，斜即係咧啦，即係你何車咁啊傻咧，咁你下傻咩？唔係傻咩？傻係低八度嘅傻。哆啦咪發嗦嘅低八度就係傻，我哋通常叫傻嘅。如果唔係人哋點知你係咪低八度啊？嘛咁你傻咧何車，所以第一句無邊嘅邊咧，最後拉音係要收車嘅。咁我伴奏跟住又會係收車㗎，係就伴奏伴幾個音咁樣啊。咁而第2句咧就係收陽平聲，陽平聲係低啲嘅，就收何收呢個何。咁呢個就叫起色。何即係傻咯。西樂未傳入中國之前咧，我哋就何氏二三車公翻溜，就係傻啦 T 哆唻咪發嗦咁樣嚇。我哋冇哆唻咪噶嘛，以前係咪？呢啲英文嚟噶嘛。咁所以我哋係何氏二生咁。而家唱曲嘅人咧，粵曲嘅人咧都係講何氏二生嘅。所以你見到人哋咧何車咁就係練呢2個音啦嚇。咁好啦，其實我哋南音基本上係7字句，好似首詩咁樣嘅。但係你見唔係喎，一開始8個字啦咁樣嚇。咁嗰啲字咧，其實係加上去嘅，就等佢意思更加清楚啲啦。因為畢竟唔係寫詩啊，係咪？通常好多時係加啲叫咩仔字嘅。你見到呢度咧，虧我呢個係咩仔字？係5漸拍子嘅。即係玩過門嘅時候咧，最尾咧你就要唱呢2個字㗎啦。如果唔係咧，就會我哋廣東話叫做撞板啊，你就會撞咗個板㗎啦。第一個音就係板，第一個板咧你就要唱個詩字㗎啦，詩嬌個詩字嚇。咁所以7個字係主要內容，7個以上嘅字咧。其實就係加詞。咁好啦，咁第2 part 咧就叫做正文。正文好似一首7言絕詩咁樣，4句。以客途秋恨為例，正文嘅第1句係收仄聲，逢係平聲以外嘅都係仄聲㗎啦。咁仄聲係唔需要押韻嘅，即係你填好多咩字落去咧，好多時都唱得到嘅嚇。第2句咧就要收陰平聲，就會扯高少少嘅。然後第3句咧又收仄聲，即係唔使押韻啦。而最尾一句咧，第4句咧就係收何啦，係必須押韻。所以如果填南音嘅曲咧，就係好要押韻嘅。通常第2、第4句押韻喺正文嚟講啊。客途秋恨咧，邊、捐、連、全，你用廣東話讀係咪全部其實押韻㗎？咁其實有一紮字係同呢個韻嘅喎。填詞嘅人咧就有一本筆記，裏邊係有晒啲韻，而且嗰啲韻咧係唔同嘅韻有唔同嘅名，就改咗個名俾佢。譬如好似客途秋恨呢度咧就用咗個叫做邊緣韻，邊就係收陰平聲咯，緣就係收陽平聲啦。嗱，攞呢2個字嚟做代表，所以一講邊緣韻，咁我哋知道咧呢首填詞咧呢個係填邊緣韻，中間可以轉韻嘅喎。好啦，跟住咧煞尾啦，咁通常唱到最尾嘅時候有個煞尾，煞尾咧加3個字啦，或者加句啦，咁嗰個就叫做煞尾。其實所謂加句好多其實都係咩仔字嚟嘅，因為呢度咧其實基本上係主要唱嗰3個字。煞尾咧又叫做加頓。即係唔係麵包個加頓，頓係頓一頓個頓啊，停頓個頓啊。咁啊發揮一個叫影頭作用。可能你唔知咩影頭，但係如果唱粵曲嘅人知道咩叫影頭。影頭咧主要就係俾伴奏者聽到。咁如果係唱粵曲叫手影啊，手做影頭，打個影頭喺後邊啊。譬如唱南音咁，跟粵曲就係南音咁又咁，好似個6字咁。咁伴奏嗰個知道啊，跟住玩南音。好重要㗎呢個喺以前啊嚇。咁而家可能唔使啦，而家有譜啊嘛嚇。或者你會話。咁其實有譜唔使影頭啦，咁係嘅，有譜係唔使影頭。不過如果唱地水南音咧，最早期嗰啲咧係啲盲人古詩唱啊嘛。如果你年紀夠大咧，你有幸啦，我未見過啊。我老師嘅老師阿杜煥咧喺九龍咧就係通街咁唱嘅。如果你夠大有機會喺九龍撞到佢，哇！你真係幸運，我未叫佢啊。雖然係我老師嘅老師，我未叫佢喺街頭就唱。79年過身，咁佢盲啊嘛，點睇譜啊？啱唔啱啊？佢盲嘅睇唔到譜，影頭咧就有個作用。就知道完啦咁樣嚇，尤其是有時佢會有拍檔啊。咁即使係唔係盲人唱咧，喺以前唱粵曲好多時都冇譜嘅，伴奏嘅人好多冇譜嘅。即係我唔係話佢個人冇譜啊，即係冇曲譜嘅嚇，即係佢根本冇曲譜唔知㗎嘛。咁所以你要俾全部啲伴奏嘅人都知道啊，跟住
好似男音會尾啦。如果唔係男音嘅嗰啲影頭咧，可能會話俾跟住會點唱，好多時會咁嘅嚇。佢影頭嘅作用咧就係咁嘅嚇。咁啊講下男音嘅起源啦，呢個係好多人都好感興趣，因為其實幾時開始有男音嘅咧咁樣都有啲爭論嘅喎，而家都嚇。有人就話係來自蘇浙嘅南詞，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嗰啲結構咧係好唔同嘅，所以好多人都認為其實唔係源自蘇浙嘅南詞，應該係源自木魚歌。點解會係源自木魚歌咧？因為木魚歌同埋南音嘅結構咧係非常之相似嘅，甚至乎咧，如果你唱粵曲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都係第二句、第四句押韻。跟住下邊我哋都會比較下，你又會睇到咧佢幾相似嘅情況係。如果你話南音係源自木魚咧，係好有說服力。木魚歌係好早已經有嘅喎，喺明朝嘅正德年間已經有木魚歌㗎啦。傳啊最出名嘅木魚歌咧就係明朝末年嘅叫《花氈記》。又有人話木魚歌咧係源自摸魚歌，就捉魚咁嚇，一路捉一路唱，或者係沐浴歌咁，可能一路沖涼一路唱點定啦。咁但係其實就我就唔係好同意呢個睇法。但係點解咧？因為木魚歌同埋摸魚捉魚冇乜關係，同水上人亦都冇乜關係。水上人都唔係唱南音嘅，我就認為佢唔係來自摸魚歌或者係沐浴歌。我相信咧係因為佢哋嘅音好相近，因為你話木魚歌、摸魚歌係好相近，特別係用官話嚟講更加相近。木魚歌喺清末民初嘅時候咧係好盛行嘅，即係珠三角地區啊咁樣，香港啊都好多人會係唱木魚歌，特別係啲婦女啦就會唱，因為冇乜娛樂啊。於是乎就有啲人咧將佢出版啊。咁香港有個叫五桂堂嘅出版社咧，出版咗好多呢啲木魚歌，現存有5000幾本，而香港大學咧馮平山圖書館都藏咗有200幾本。喺1920年代，木魚歌啦、龍舟啦、南音啦、廣東小歌引入咗去粵曲嗰度嘅。粵曲嘅人咧，多數都係識唱木魚，亦都會識唱南音嘅。不過佢哋唱嘅南音咧，就同我哋唱嘅地水南音有啲分別。下邊我會講到嚇。而家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木魚歌係幾時演變成為南音嘅咧？有人提出話明末清初已經開始有南音啦，咁樣，咁即有300幾年歷史喎。但係咧就冇乜確實嘅證據，即係話猜測嘅啫嚇。咁我認為比較可信就係話用翻南音嗰啲曲去研究嗰首曲係幾時寫嘅。咁我最清楚知道，肯定嗰陣時已經有啦。客途秋恨就好早期嘅作品嚟。客途秋恨第一個正文啊，小生妙姓連仙字。咁呢個真係有其人㗎嘛？妙連仙，佢係生於乾隆31年，即係1766年，200幾年前啊。佢係浙江人嚟嘅，即係外省人啦。佢曾經喺廣東咧就做過官府嘅幕僚，因為嗰啲縣官啊或者啲巡撫啊，佢要請一啲人幫手，嗰啲嘅幕僚嚇。咁啊做呢啲幕僚好多年嘅，20幾年咁耐嘅。清代嘅廣東官府縣級或以上係規定咗係唔可以用廣東人做嘅，揾外省人嚟做嘅。咁溝通係用官話嘅，所以相信咧妙連仙喺官府做嘢咧，佢應該都係用官話嚟到溝通嘅。佢正常係應該唔係好識講廣東話，特別係因為嘢就係佢嚟廣東做官嘅時候40幾歲咯喎。你諗下，個40幾歲嘅人嘅外省嚟到廣東，你可唔可以學到咁好嘅廣東話咧？仲有喎，客途秋恨裏邊都有啲廣東嘅口語喺入邊噶嘛。咁你唔係咁容易寫得到，所以我相信應該唔係佢寫。仲有一樣嘢係證明係妙連仙寫嘅。你見南音裏邊有一句咧，我係連仙字，連仙其實唔係佢嘅字嚟嘅，即係古時啲人咧有個名就有個字，其實仲有個外號嘅好多時。佢個外號係叫連仙。所以咧，連仙唔係佢嘅字，係佢嘅外號。咁如果佢係寫客途秋恨嘅，會唔會有個作家咁懵啊，連自己個號同埋字都搞錯咧？應該唔會㗎，係咪啊？你睇呢個人唔係佢，唔係另外其人去寫嘅，而嗰個人咧就寫咗佢係叫做連仙字，但係其實咧係連仙號都得㗎，因為呢個字係仄聲啊嘛，佢唔需要押韻㗎嘛，我一樣唱到㗎。我唱連仙號同唱連仙字其實 OK 嘅嚇。近年其實已經確認咗。妙連仙咧唔係客途秋恨嘅作者嚟嘅，唱曲界都好多都知㗎啦。有個叫黃少拔嘅填詞家咧，係寫咗一個客途秋恨嘅粵劇，有套咁嘅劇嘅，1951年。佢將呢個妙連仙嘅作品《文章遊戲》裏邊有關佢同麥秋娟嘅故事咧，就作為客途秋恨呢一個粵劇嘅主線嘅感情線嚟到寫呢一個粵劇嘅。咁而咧本身係有客途秋恨呢一首曲喺度㗎嘛，佢就將呢首歌咧就加詞。去到寫，咁所以前邊呢度小生妙緊連仙字呢啲咧係其實就係黃少拔寫嘅，係佢加上去嘅。
咁佢加上去之後咧，一路寫到麥秋娟啊、才貌雙全呢幾句咧，其實都係黃少拔寫嘅，就唔係原作者寫嘅。咁你一睇你就發覺，咦？咁啊黃少拔寫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而家唱通街啲人都識。咁呢句係起色嚟嘅喎。咁所以我相信，因為我諗嘅啫，早期嘅南音係冇起色嘅。好多時你上網見到咧，你揾呢啲客途七人呢首詞咧，好多都會寫上葉瑞伯，因為都認同咗係葉瑞伯所作嘅。葉瑞伯係生於乾隆51年，即係1786年啦，死於1830年，40幾歲命嘅啫嚇。葉瑞伯嘅祖先其實係來自福建喎，不過因為咧佢嘅族人遷居咗去南海都好多年啦，所以佢係以南海作為佢嘅籍貫啦。咁都講廣東話㗎啦，都變咗係廣東人啦嚇。葉瑞伯嘅從侄孫叫葉觀儼，佢講到《客途秋恨》嘅時候，佢就話：先父曾說，作者經商越貴間，初結識之妓女，實是貴河妓艇之雙籍女子，即係湖南人嘅嗰個女仔。後雙省苗亂，貴東亦告緊張，聚失聯絡咁樣。《客途秋恨》嘅故事就係講緊呢樣嘢啦，即係講佢自己自身嘅故事嚟嘅喎，其實。佢嘅從侄孫係咩叫從侄孫咧？你嘅兄弟嘅仔女係你嘅侄，你嘅堂兄弟嘅仔女咧就係你嘅從侄。從侄孫咧就係你嘅從侄個仔啦。佢話先父咁樣，先父咁即係阿葉觀儼嘅爸爸咧，就係葉瑞伯嘅從侄啦，即係堂兄弟嘅仔。咁啊提到呢件事啦，跟住我哋再睇翻阿葉瑞伯在生時期當時嘅政治社會環境係點？因為講到苗亂啊嘛，佢去廣西做生意啊嘛嚇。史在嘉慶道光年間，湖南係真係發生過好多次嚴重嘅苗亂嘅嚇。而廣西東北部嘅地區就地近湖南啦，即係而家桂林嗰邊咧，一路去東咧，咁東邊就係湖南省嘅。咁嗰度有苗亂咧，就影響埋廣西嘅東北部近呢個桂林嘅。咁如果你話琴花問路啊，呢個講到妓女啊嘛，咁多數去呢個地方嘅。嗱古時啲妓女同而家唔同嘅喎，古時啲妓女好似有文采啊嚇，又識彈琵琶、識唱歌啊咁樣嘅嚇。咁甚至話啲妓女都唔賣身都有嘅。嗰首《客途秋恨》裏邊仲有一句：近日聽得話雨絲遲迭報，仲話干戈繚亂繞江川，咁啊講啲苗亂咯。係葉瑞伯重訪舊地《客途秋恨》去做生意啊嘛。咁啊估計《客途秋恨》咧應該係作於道光元年，即係1820年之後冇幾耐。當時葉瑞伯30幾歲，由現存嘅男人作品《客途秋恨》去聽，咁即係話1820年代咧就應該已經開始有南音㗎啦。即係佢哋而家咧已經有200年歷史㗎啦，起碼。咁有冇早過《客途秋恨》嘅咧？有一首咁呢一首咧就叫做《嘆五更》，因為有個叫做五更曲都其實有成明末清初已經有嘆五更呢一種曲式嘅，唔係南音啊嗰陣時。曲式即係話咧，你唱一首歌，你咧就起碼都唱5段，第一段就嘆第一更。第二段唱第二更，第三段就一路唱到第5更，第5更就凌晨係成晚瞓唔着，即係晚冇瞓㗎啦嚇。咁好似呢個嘆五更咧，呢首曲咧，佢仲加多段嘅，就係待月，即係等個月亮出，就即係由第一更一路嘆到5更，成晚冇瞓嘅。咁當然呢首歌唔會唱成晚嘅嚇。呢個何慧群咧，雖然佢叫阿群啦，但係佢男人嚟嘅。我哋叫阿群咯，佢唔係男人嚟嘅嚇，因為咧佢考科舉㗎嘛嚇，女人我係考科舉嘅嚇。佢係嘉慶9年1804年嘅廣州鄉試解元。解元咧，即係你去省城考試考第一，咁啊叫做解元。咁如果跟住咧你就有資格，咁叫舉人，嗰啲叫舉人啊嘛。考合格全部都叫舉人啦，第一叫做解元啦，多個名堂啦。咁啊跟住去北京考，咁考叫做會試，考第一叫做會員，我都係會員啊。呢啲點嘅級嗰啲會員㗎嘛，咁但係嗰個會即係會試嘅，因為第一名完就第1分啦，跟住就可以考殿試，殿試第一就狀元，會唔會下都考第一？有廣東出咗一個明朝時論文序，考親都第一嘅，即係作對作得好叻嗰個啦嚇，真係好勁啊係嘛？哇考親都第一喎，你全國啲一齊考我哋第一，狀元好厲害嚇，解元啊都好叻㗎啦，如果你就解元啦嚇，即係因為考第一都唔容易啦，成個廣東都係去考我哋考第一，幾年考一次嘅啫喎，唔係而家啲DSE 啊，唔係而家啲會考啊，年年有考，幾年考一次嘅啫嚇。何慧群咧就喺嘉慶14年，即係1809年啦，就考到進士及第，即係佢上京考試合格。就叫做進士及第，好叻㗎啦，因為有人唔合格咁嘛，落第㗎嘛，所以話及第就係一考到呢個進士就有得做官㗎啦。咁你知啦，通常就唔會翻去廣東做
官㗎嘛，因為要去外省做，佢就去咗係浙江新昌縣嗰度做知縣。有史料話佢咧不忍催科逼糧啊，即係唔忍心追稅，於是乎咧就辭官歸故里，翻去廣州，以講學為生。得閒咧就寫下詩，寫下粵謳，咁似我而家啲生活啊。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嘆五更》咧係佢唯一傳世嘅南音作品嚟嘅，唯一係呢首嘅啫嚇。何惠群咧辭官歸故里咧，應該係1810年到啦。因為09年係做咗進士啊嘛，進士及第啊嘛，1810年代初就翻去廣州。嘆五更咧應該就係佢翻到廣州之後冇幾耐嘅作品嚟嘅。換言之咧，應該喺嘉慶末年至到1810年代咁上下咧，係比夏道琛係早幾年出世嘅。一首相信係現存咧最早嘅一首南音作品啦，就有超過200年歷史㗎啦嚇。咁你見到下邊咧就有佢一首歌啦，第一首喎，咁唱幾句俾你聽下啦，好嘛？好。自己嘅睇法咧，好似冇乜人咁講啊！我係咁睇嘅，所以我話最早期嘅南音咧應該係冇起色嘅，一開始就正文㗎啦。咁但係呢4句嘅正文咧，你留意下咧，第1、2句係押韻嘅。咁頭先講過啦，正文第1句唔使押韻㗎嘛，收質聲係嘛？我相信咧就係有2個可能性嘅。第一係因為早期嘅南音啲格式咧仲未曾好規範，但而家係規範化晒㗎啦。咁第2個原因，我相信咧佢係受到木魚書嘅影響，因為木魚書亦都有一啲咧係頭2句押韻嘅，而且係好似佢咁樣押韻法嘅，即係話第1句收陽平，第2句收陰平，即係有啲木魚書係咁啦，所以我相信係受到木魚書影響先至會有咁嘅情況啊！有人認為嘆更唔係南音喎，即係研究啲戲曲嗰啲人啊咁樣講，咁佢係咩？佢話係木魚，咁嘆五更又確係可以用木魚嘅形式嚟唱嘅喎，即係好似呢一首嘆五更咁。嗱，我唱幾句俾你聽下，好似木魚佢會咁唱啦。懷人待月倚南樓，築起離情淚怎收？自己與郎分別後啊，都好似銀河隔住女牽牛，日盼郎歸情萬縷啊，相思苦處幾時休？好花自顧香唔夠啊，只怕青春難為時君留。但我頭先唱嘅唱法咧，就係粵曲嘅木魚嘅唱法嚟嘅，即係你求其揾個唱粵曲嘅人咧，佢都識得咁樣唱。你知廣東都好大下嘅係嘛？譬如有4邑用4邑話去唱木魚也有，咁我唔識寫啊，我都唔知點唱嚇。佢唱法有啲唔同，台山有台山嘅木魚唱法嘅。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唱法嘅，我哋呢一個咧，一定係廣州地區，或者佛山地區啦嚇，即係廣東側邊嘅番禺嗰啲地方咧，好多時我啲廣東話咧都係同我哋而家差唔多嘅咧，佢都係唱嗰個木魚咧，都係頭先我嗰種唱法，就先唱頭4個字。
跟住就下邊有3個字，去拉音咁樣，冇拍子嘅喎，你自己拉嘅喎，所以個個人拉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嚇。咁我唱，求其有呢個同我唱，可能都有啲唔同嘅嚇。雖然咧嘆五更咧就可以用木魚唱出嚟，不過我唔同意佢係木魚，我認為佢係南音。點解咧？我下邊有理由，我同你講一講。有人咧就話木魚同埋南音嘅結構押韻咧相同，可以互通。我老師嘅老師，我老師好多個老師嘅，其中一個老師係粵曲界嘅，叫黃月森，好出名㗎。佢都係咁講嘅，佢話咧係木魚同埋南音係結構係一模一樣嘅。我覺得係講啱咗一半。喺粵曲裏邊咧嘅木魚同埋南音確係一模一樣，即係互通嘅，即係你可以攞住你粵曲呢度啲雜木樣，我用南音唱出嚟又得嚇。即係裏邊呢段南音啊，我用木魚角唱出嚟又得，好似頭先彈五更咁。咁但係我點解話講啱一半咧？啊，師公都咁話啦，你都講啱咗一半。因為早期嘅木魚咧同南音咧係有分別嘅，有啲分別啦，佢好相似，但係有分別嘅，唔係一模一樣。唔係一模一樣啊！咁嗱，好簡單啦。咁我攞早期嗰啲木魚同嘆五更比較下，咁我知道究竟嘆五更係木魚一定係南音啦，係咪？咁我睇睇啦。攞好出名嘅《花氈記》咧，同埋《義河花市》咧。義河花市都係早期嘅木魚嚟㗎，佢係喺清中葉時期嘅木魚，應該係比呢個嘆五更早少少。《花氈記》頭先講過啦，明朝末年嘅作品嚟㗎嘛。我發覺咧，早期嘅木魚歌都係7言1句嘅，但係佢唔係4句一組，你有冇發覺？其實佢係2句一組嘅，所以你會見到《義河花市》咁樣陰平陰平陰平，連續3個陰平先收個陽平喎。呢度又連續3個陽平喎。咁如果你話我哋南音唔係咁噶嘛？如果南音係咁咧，你唱咧你就會覺得好翹口嘅，即係你會覺得咦，即係呢陰平係扯高喎，扯高第2個又扯高，第3個又扯高。咁如果你用南音嚟唱咧，好難唱，即係另稱高未喺第2個唱。咁但係如果用木魚嚟唱咧，連續3個陰平又 OK 喎，因為佢唔係咁樣扯法噶嘛，佢拉音又唔同，所以你會見到啦。譬如我唱義河花市俾你聽下，連續3個陰平，百姓連名咧可能。百姓連名清幼稚啊，年方17，正啊青春孤飛顏影，無兄弟學法庭前獨兒親，富豪六庵清日老啊，琴書無事落閒身，無事成章言威極啦，年紀都將近6春。嗱咁啊唱到喎，彈音就好難搞啦嚇。最後我仲有一個重點，我係認為點解嘆五更係南音，唔係木魚？呢個時喺木魚咧，一首曲咧好多字嘅，因為好似小説咁喺度唱木魚，就其實講個故事俾你聽嘅。個故事係萬幾字㗎，呢個義河花市，即係你坐喺度聽好耐嘅，即係聽下可能係因為佢分好多段嘅，呢段停一停，我飲啖水先咁樣。咁但係你要知道咧，嘆五更400幾字啫嘛，佢已經分6段㗎啦，由代月跟住1更、2更、3更、4更、5更，咁佢都係唱400幾字。但係如果你唱義河花市，你真係可能成晚冇瞓，佢唔使嘆五更，因為萬幾字嘅。仲要拉下音喎，唔係講嘢咁講，唔係講古仔啊，講古仔咩？係拉音咁，係唱出嚟喎嚇。我認為咁樣睇咧，咁你點會有木魚咁短嘅咧？咁你出本書咪得2頁，唔得㗎，人哋成本書仔嘅。我又要講下佢哋嗰個同粵曲南音嘅分別。粵曲南音同地水南音最大分別，粵曲南音咧就唱 C sharp 調，就升 C 調，而地水南音咧就唱 G 調，即係話 C 調係高啲。地水南音係低啲嘅，點樣低啲咧？嗱，譬如話我哋唱南音咧就由傻開始噶嘛，即係第一句係傻啊嘛，即係涼風有信咪傻，呢個就係傻。涼風 G 調，一唱 C 調咧你就要轉線啦，就轉線咧。咁如果你 C 調咧 ，C 嘅傻就呢個。涼風，你係咪 C 調高啲啊？仲有喎，佢而家唔係 C 調，佢 C 3，即再高啲喎，係嘛？一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唱 C sharp 調咧，你喺街度咁樣唱咧，你對個喉嚨嗰個
負荷好重。咁嗰啲盲人咧就通街，即係我老師嘅老師就導喚啦，咁通街咁樣。低八度啊！低八度好啲，但係好難㗎，你低八度好沉㗎，沉得滯。因為佢喺街頭度唱咧，一唱幾個鐘㗎。哇！你唱幾個鐘，你唔可能唱 C 沙調啦。如果唔係你唱一兩日，你要即係要醫個喉嚨，你都要停工㗎啦。仲有就係咧，逢係唱地水南音咧，就一定係用平喉嚟唱嘅，女士都用平喉嚟唱嘅。咁有盲嘅師娘咧喺街頭唱咧，佢係女士嚟㗎。佢都係用平喉唱嘅，譬如話唱《嘆五更》啊，有師娘唱《嘆五更》，其實呢首歌係啱女士唱㗎嘛，佢都係用平喉唱嘅，因為唱地水南音咧係用平喉嘅，就唔會吊嗓嘅。你諗下，吊嗓對個喉嚨負荷仲慘過你識唱 C 沙調，所以我話點解呢個係一個咁重要嘅分別咧？你一開口唱，我一聽，哇 C 沙調，你唔係唱地水南音，你唱粵曲南音嚇。或者你用子喉唱，咁梗係唔係地水南音啦？啱唔啱啊？另外啦，就係粵曲南音咧，多數都喺戲台嗰度出現嘅，咁所以咧又叫做戲台南音。咁戲台嘅伴奏樂器係通常比較多嘅，通常最少都5件樂器嘅。地水南音咧街頭賣唱嘅，一般嚟講咧1至到3件，最多3件㗎啦。譬如話導喚，你可以算佢係3件，佢2個人出去唱3件樂器點教嘅咧？佢真係厲害，係我老師學到，我學唔到㗎啦。我諗我都好難學得到。佢係佢係攞住個古箏啦，彈個古箏啦嚇，好細個古箏啦。咁咧手係攞住個叫拍板，都係樂器嚟喎。啪一聲，有時你都聽到嗰個叫拍板。佢一路拍板，一路彈，一路唱，一心三用，奇人異事嚟嘅。何神就喺度拉個夜鼓，拉得好好嘅，拉到如泣如訴。而家有個錄音㗎。如果你聽導喚咧，你留意下個夜鼓啊，哇！真係拉到好似喊緊㗎喎，即係喺度喊緊嚟伴你。咁呢啲悲歌嚟㗎嘛。咁啊最多係3種樂器咯，咁所以咧就唔同粵曲有唔同咧，個伴奏通常係簡單啲少啲樂器嘅，即係呢個就地水南音啦。你又好簡單啦，咁我哋喺街頭度揾食，得個1個幾毫，咁你咧5個人分到啲錢都唔夠買粥水喎，係咪啊？咁你起碼你就何神同啊導喚咁2個人分啫嘛，咁應該係導喚要多啲嘅，佢又唱又成啊嘛，何神淨係拉啫。咁所以咧分到出嚟，咁你就起碼都有啖飯食啊。有其他分別嘅，咁我好多分別嘅，不過我講埋第3個得啦，即係唔講得太多，今日時間有限。粵曲南音咧就一板一眼，譬如呢個慢板咧就係4拍子，就1板3丁，流水板可能2拍子咧，一板一眼就好清楚嘅粵曲南音。咁但係地水南音就唔係，隨時可以加詞加拍，飲佢加，跟住講幾句又唱喎，跟住隨時又加多幾個詞喎，變咗係前面又加多2拍咁都有。呢個咧就好常見嘅咧就導喚啦，而家有錄音你聽得到嘅咧，客途秋恨、男燒衣、霸王別姬，全部都有加詞嘅，即係唔係一板一眼嘅，唔係4拍嘅4拍咁嘅，零零四四又加啲詞俾佢。佢唔單止加呢啲喎，佢仲頭先玩個引子咧，有啲長引子啱啱會講到啦。咁有一次咧，大家玩個嘴啦，即係玩個8板嘴啊，玩好耐咁啊，玩到最尾嗰句，跟住就唱㗎啦嘛。咁即係佢唱嗰首《歸家憶郎》嘅時候啊，呢首曲嘅時候，玩到最尾一句咧，突然之間導喚玩多2拍咁樣。咁何神咧，即刻就跟佢玩多2拍咯。佢唔覺得突然喎，玩係咁㗎啦，啲咁樣咁玩多2拍，然後先開口唱。呢個咧就係喺粵曲南音係唔會出現嘅。如果粵曲南音出現咗咁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一個伴奏者嘅重大失誤，炒得㗎啦。即係第二次唔用佢又搞錯，無端端玩整多2拍啊咁樣啊！尤其是如果係個首席叫做頭家死啊！你成個靈魂喺度，你玩多2拍，全世界要跟你，係嘛？咁但係喺粵曲南音就唔會嘅，即係如果你係下架嘅玩多2拍唔鬼睬佢啦嚇。咁佢個首席，我最緊要首席嗰個聽到就得啦。喺嚴格與唔嚴格之間咧，好明顯嗰個差異就喺呢一度。地水南音就係咁啦，佢街頭賣唱嘅。我老師咧，唐建桓啊，佢聽到客途秋恨呢首曲。咦，好幾個地方無端端前面加多2拍嘅，咁我問導喚啦，導喚點答嘅咧？導喚就咁樣講嘅，佢話：唉，嗰啲1板3丁啲規定咧係啲學術嘢嚟嘅，咁我哋喺街頭賣唱啊嘛，冇咁嚴格嘅嚇，即係佢呢個答案就好清楚，地水南音就係咁噶啦嚇。如果你話亂咁嚟咁，佢亂咁得嚟係佢咁咧，佢呢啲你要去到好厲害，你先至可以咁做㗎啦，所以我都唔敢隨便加㗎。
咁所以咧，我即係學地水男人學到未到家，到家要好似佢亂嚟咁你就到家啦，係即係咁樣啦。譬如好似頭先講啦，客途秋恨有好幾處都係無端端加兩拍。頭先我咪講過虧我嗰兩個字，虧我兩個字好明顯係咩仔字，係唔佔拍噶嘛。咁但係杜煥咧，佢就將個板咧擠咗個虧，咁話撞板係啊，我撞板啦，兩拍咯，即係咁樣。嗱，好似我唱俾你聽啦，佢就咁樣啦。嗱，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跟住虧我唻咪嗦唻咪虧我思嬌情啊碎，嗦咪咧曲悲度日所多餘年。佢係咁樣唱嘅，唔止一次係咁喎，好多次咧，即係將啲咩仔字咧攞嚟唱嘅，唱完跟住梗係要唱翻個咩仔字啦。當然佢哋粵曲男音同地水男音都好多相處嘅地方嘅。譬如好簡單，我哋伴唱男音咧，一般嚟講咧，最常用嘅拉弦樂器咧就係呢一隻椰胡啊。你一睇就知道椰胡啊，因為個共鳴箱係個椰子嚟㗎嘛，好環保喎，冇嘥咗，食完啲椰子留翻個殼啊！咁你全部呢啲物料咧係同一般嗰啲胡琴係唔一樣嘅。咁佢咧我條弦係比較係響啲啊。咁一般嚟都用一啲比較低啲嘅聲嘅弦咧，就比我呢個要低，比我要再低一啲嘅。所以點解阿何神可以拉到好似喊咁嘅咧？因為佢本身出嚟啲聲咧就係好低。另外咧，除咗呢個最常用嘅就係呢個椰胡之外咧，常見係古箏、揚琴啦、三弦啦、拍板啦。咁近代咧亦都有人用琵琶啦、洞簫啦。中胡咧，嗱呢個中胡，我中意用中胡，因為呢個中胡咧係真係可以攞去賣魚嘅，點解可以落賣魚咧？好聲啊嘛，好聲，所以去賣魚嘅。咁啊，所以中意用中胡，因為我咁多樂器裏邊咧，我中胡係最好聲嘅。你有冇聽過有人咧用二胡嚟到伴奏？呢個二胡啊，但係其實咧，粵劇男音咧都遵守咗地水男音嘅嗰個原則，就唔用啲高聲樂器嚟伴奏。冇晒鑼鼓，冇晒高聲樂器，我哋都係例不用二胡嘅，因為好長啊，好長。我喺度唱，你最好就揾個椰胡啊，即係喺度好似喊咁樣伴啦。你咁高聲，唔係好理想嘅，基本上。但係你會現實中咧，你又會見到好多人都用個二胡嚟伴。你哋睇嗰個破地獄，我見嗰個都係二胡嚟嘅。一睇啊，二胡通常呢個結構咧就係咁樣，個胡個呢個咁細咧，通常好中意用呢隻頭。一睇呢個頭知道佢係二胡嘅，佢用二胡，咁現實就有人要拍戲都用二胡，咁又話例不用二胡嘅，連唱粵劇嗰啲頭架咧，佢都唔用二胡嘅，高胡都唔用㗎，佢會攞個椰胡出嚟㗎，佢會收埋隻椰胡㗎，佢攞個椰胡出嚟伴㗎嚇，咁可唔可以用二胡伴嘅咧？咁你用二胡嚟到去伴男音咧，又冇人拉你去坐監嘅話事。你咪照用咯。跟住講下男音嗰啲引子。頭先我咪前面有引子嘅，即係話你唔會一開始就唱嘅，你會有個引子嘅嚇。咁個引子咧叫做嘴。唱曲界嘅人咧，全部都叫嘴噶啦。你求其揾個唱粵曲嘅人咧，你話佢嘴，佢知道咩叫嘴啊？即係個嘴啊，嘴其實就係醉。但係咧，你廣東話講咧，你就偏偏係要講嘴嘅。或者可能因為咧。如果你問人哋，喂呢首歌有冇罪㗎咁你話呢首歌又冇犯法，有咩罪啊？所以我都話罪嘅嚇。不過頭先咁講咧係我老作嘅啫，因為我腦去作嘅，因為基本上我都唔知點解叫嘴嘅。總之你一講嘴，大家知咩嚟㗎啦嚇。咁好啦，男音嘅嘴係點嘅咧？咁樣我而家講下正線男音嘅嘴啦。正線男音嘅嘴咧分為3種，就分為10板男音嘴、8板男音嘴。同埋短板，1板3丁啊嘛，4拍啦，1板就4拍啦。咁10板咁即係40拍啦。咁但係咁喎，你起唱咧就係由第10板嘅第1板有2種方法。第一個喺第10板嘅一出你就唱，咁咧呢一個咧就叫做食板唱。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最後一個板拉咗之後停咗，全世界停晒，然後佢就唱，一陣間我都會唱，呢個叫做散板唱。散板唱咧，即係點嘅咧？散板唱即係冇拍子、冇伴奏，乜都冇。咁乜都冇點唱啊？咁樣就你自己唱咯，你中意點唱點唱咯。當然係要拉腔嘅，即係好似頭先我唱木魚咁，你要拉腔嘅。如果咁樣計，10板男音嘴咧，應該就係9板加1拍，即係9、4、36、37拍。頭先講嗰2種唱法，伴奏嘅人咧就要好醒㗎啦，即係要留意㗎啦嚇。因為咧，如果你有譜咧，個譜可能會寫咗嘅；如果冇譜嘅話咧，
你一拉到最後一拍咧，佢食板唱，咁你咪跟住伴落去咯。即係你拉到最後一拍唔唱你就停晒啦，你唔好拉㗎啦，因為佢散板啊，佢跟住唱散板啊。佢可以如果係新馬仔嗰啲，佢就會只係與每個日你嚟別後佢一輪咁啲唱都得嘅喎，係嘛？因為佢散板啊嘛，你停晒啊嘛，你伴奏嗰啲你唔可以玩個十板嘴。然後咧，你見到有個散板嗰個符號，好似個20嗰個符號嘅叫散板。咁你見到呢個符號咧，如果喺曲譜裏邊咧，佢唔會寫散板兩個字，通常寫呢個字咧，你就知道散板唱。咁我唱一個咧就係阿白駒榮嗰個版本嚟。既然唔會俾人拉去坐監咁，我試下做個兒歌。有信秋月無邊，為我思嬌情碎，好比渡日呢首歌咧，唱兩句就夠啦。咁我專登點解又唱多幾句？最主要想介紹呢一句咧，難見面個難字啊，破地獄咧，或者係難個難好耐嘅嚇。咁咧，你見我唱白駒榮嘅版本啊嘛，佢都係唱一拍嘅啫。杜煥咧，佢都係唱一拍，大部分人都係唱一拍，但係有個人唱兩拍嘅，佢專登將個難字唱夠兩拍。嗰個就係新馬仔，睇下新馬仔點樣唱啊！由見佢聲色開始唱。見佢聲色，
無聲情，我怎是能去同根厭才貌同兩相處，今日天夜間一方與難見面。頭先大家聽到啦，佢係將個難字咧係襯咗兩拍嘅。咁嗱，頭先講過啦，粵曲男音一板一眼咧就好嚴格下嘅。新馬仔唱嘅都係粵曲男音嚟嘅，係佢一定咧係要個拍子要啱，所以咧佢呢度既然加咗一拍咧，佢喺後邊就減咗一拍。所以你見到見面咧，佢唱一拍嘅啫。阿白虛榮佢哋咧見面咁個兩拍，佢又唔係佢一拍嘅。其實你可以點樣處理都得嘅。佢新馬仔佢將個難字唱夠兩拍係絕對可以嘅。咁如果你係唱地水南音咧，就係、我唱四拍都得添，我仲加拍噶嘛佢，我唱到好耐先翻轉頭先嗰輪先至見面都得㗎。即係呢個就地水南音就係飲你啦。但係新馬仔唱粵曲南音佢唔會㗎。要示範一個咧就八板南音版面。咁啊八板南音版面咧，我又係散板唱兩句林蕭衣。八板咧，除咗少兩板之外咧，有少少唔同嘅，有一部分唔同。最尾嗰兩板一樣嘅。咁佢呢個倒係慢少少嘅。文德妹你話是羅，唉我實在見得悲傷。妹呀你為因何事啊搞到自縊原諒？跟住咧短板啦。其實短板咧就係最尾嗰兩板嘅啫，咁我又唱兩句啦。寒山月啊，影啊雲霄，傷心人啊對夜迢迢。嗱呢個咧頭先我係石板唱啊，所以最尾佢乜出咧我就寒山月啊，咁都係唱傻嘅。而家示範一首歌俾大家聽啦。咁呢首歌咧《客途秋恨》咧，大家聽咧就涼風有信啊，好聽啊咁樣。其實咧，如果講最好聽咧，就應該係後邊嗰 part。其實下一 part 係叫做苦喉南音，叫做意反南音。咁咩係意反南音咧？意反南音咧就好多次同埋好多化，因為何事意咪次咯，係嘛？
上斜共反，反咪化咯，即係好多次同埋化。原來咧啲歌如果好多次同埋化咧，咁係好悲涼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唱男音咧，你要聽就好悲涼嘅歌嚇，即係有啲人話唱到聽到流眼淚啊咁。咁咧就應該係聽下杜秋人嘅下段，佢係比較係悲涼嘅。我用嘅伴奏咧就係白駒榮、客途秋人嘅下段。但白駒榮咧唱咧係上卷下卷一齊唱嘅，咁所以佢中間嗰個處理咧，佢就唔係用嘴，佢用過門。咁我咧就改咗做嘴，改咗嘴咧就你頭先聽嗰個古箏係我彈嘅，我彈一個短版。其實今日我介紹嗰啲嘴咧，全部都係正線，就冇講二反嘅嘴，即係呢個虎喉男音嘅嘴。其實虎喉男音嘅嘴咧有分長嘴、短嘴嘅。咁我而家玩呢個咧叫做短嘴。咁呢今日冇介紹嘅，今日時間所限啦。咁呢個短嘴開咗咧，我就食板唱嘅。雲極野同故嘅山更只見江風如火，照住我愁人，幾度徘徊，思往事斷叫唔好，咁嘅痴心你話風塵不少年香下，何以還多惜玉人？試問煙花呢，誰不貪豪富？做乜你偏把多情向住我思心況且我窮途作客，寒氣習今前頭愧未能。記得天池牛石嗰段胭脂正，你含情相伴，對住真銀燈你細問我嘅曲中何故是我把陳後主嗰段風流講過你問。講到冰困景仰，家國破呢歌殘玉樹後庭春。
中人。人啊人。你聞聽啊，此言就多嘆息路，仲話風流天子呢，更仲係情真，但係開響盡嗰啲車話福就把感受江山位嘅路程，你係女流也曉輕黃恨，不枉梅花為骨。雪嘅為心中話珠璣，滿腹呢實在願無價。我知你憐在情中，更不嫌恨。我想到啊，此情都欲把上和吻啊！無奈啊，都見得風林月嘅色分遠望啊，嗰處樓台人影呢近來人影呢近來都莫非相逢呢一位啊，係月呢雲。今日我係想同介紹一世近幾十年來好出名嘅一首曲。咁呢個其實仲慘過《客途秋雲》，因為點解咧？佢個情人死咗啦。我本嚟話今日要唱嘅，唱晒成首喎，但係成首成20分鐘。不過咁，喂，咁我你 poster 都寫話唱，嗰度都寫咗幾句啊。咁我起碼都唱個版面啦，係嘛？好，咁我起碼唱個版面俾大家聽。個版面咧，版面係唱呢一首叫做《痴郎吟盡楚江秋》啊。呢首咧真係要培養少少感情啊。故事咧就講佢個女朋友死咗嘅。時代背景咧就係抗日戰爭時期嚇，咁啊戰亂啦，咁就死咗啊，所以好悲傷啦嚇，咁就好呢個8版。借酒消愁，添咩愁？一江沉。
你有你講是一個分享歷史、文化、通識、可以增知識、長智慧的頻道，請讚好、like、分享、share、訂閱、subscribe 及按小鈴鐘內選取我已接收新片通知。